今早，吉隆坡显都一栋人民组屋单位就发生了大火，一对母子受困在火海当中，最终不幸身亡。吉隆坡消拯局表示呢，当局是在今早7点18分接获投报之后，迅速赶赴现场，动用了6条水带展开灭火行动，防止火势蔓延到邻近的单位。那么火势在7点51分就被控制了，最终在8点27分的时候完全扑灭。遇难的母子分别是82岁的母亲和58岁的儿子，两人是在浴室被发现的。当时单位已经是被大火完全给吞没了，随后由卫生部的这个官员确认身亡。目前火灾的原因依然在调查当中。